请问台湾头一间保险公司保险的对象是啥物？伊是保什么？恁敢知 ？A、D、B、兰花 C、地米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哦，哎呦，第一间保险公司保什么物件？的吧？保险公司保险的对象不是人哦，对台湾上出名的兰花、兰花嘛有，地米嘛有，伊爸嘛是讲嘛是有名嘿。应该是兰花，你确定？较贵，以前兰花会使买一栋厝呢。哦，兰花较贵以前哦。兰花拄出来博览的时候，才知影以为什么？前的呢？对啊，对，才知影要保啥。因为咱台湾的头一间嘛，一定是足早以前嘛。好，不要紧来，是。古早咱台湾是地米甲糖甲金蕉， 3加3、4种物件。对啊，来哦。所以讲，所以敬一个。迄个时阵保险公司敢有出来啊咧？这早就有啊，这早就有啊。安尼就头一个哦，地米哦。可能是地米地米较定确哦。定哦，兰花是后来对不？哦，按兰花是来呢。哎，好来，好，确定哦。确定哦。感谢。好，好，所以恁的答案是。我的答案确定是 C 地米，我是地米，我是地米。哦，咱来看一了，地米对唔对？哎呀，机会过来啊！来咯，上大的机会给恁啦！是安尼哦，恁若摕到，恁就赢咯。是，即马剩D啊个兰花啦。兰花足贵的嘛，有可能，啊，毋过猪有性命，哦，这是活的物件，较有可能爱保险。确定，确定，咱来看一个，D 对唔对？是唔是？嘿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，这保险足复杂的。嘿，来，咱台湾吼，嘿从长期以来吼，几若百年来拢是咧做国际贸易啦。对是，早期外销物件，当然地米是一个真要紧的吼。啊，过来可能就是糖啦吼，对咱糖外销嘛真济。但是有一项物件就是米嘛有做外销。啊，伊当初吼，因为日本时代吼，迄个冷冻的技术无像即摆遮好啦。所以猪若要外销，共款是载猪去卖。啊，惊讲伫海上啊，破病啦，是讲拄着什么天灾啦吼。猪就死一去啊！所以当初上早日本时代上早开的一间这个保险公司吼，伊就是专门咧替这个家畜做保险的，啊主要就是外销的猪。